这我细汉就敢若听到真卖，嘿，叫做烂豆。烂豆。嘿，有哦，以前迄落爸爸拢毋是阿伯阿姐个拢会穿假，啊查甫人拢有一个迄落啊，巴肚还大太太安尼就讲啊，伊烂豆的啦。阿雄，我这边的讲法叫做巴肚汤。嘛是巴肚，敢若一个汤啊。汤啊。哦，啊一卡安尼，这大卡吊咧遮。我是感觉吼，大肚腩呐，大肚腩，大肚腩，所以烂豆应该是烂豆啦。我是感觉讲，因为迄巴肚大起就亲像阮林碧露内底就侪水，敢若水桶共款，就嘛是一汤安尼用，所以我感觉是巴肚汤啊。好啊，因为迄个巴肚汤就是规个拢安尼，拿一个水桶共款，吼啊，所以咱咧讲的时，其实两个拢会当讲。啊，我家己嘛是拢讲烂豆安尼吼，啊，即个巴肚汤是一般来讲查某人小富婆、大富婆迄款大腹便便。